我叫嘉豪，我其实本身就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系毕业的学生，后来研究所是伫咧台师大读台本所。我本地就是英国人，自细汉就是在这庙口的边仔大汉，所以不管是歌戏啊、布袋戏啊，或者是讲其他的宗教活动，其实拢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我大概100年的时阵，学生组就是大专的学生组，全国语文竞赛是摕第1名。后来是102年的时阵，社会组摕第1名。社会组伊就是随抽随讲，所以你今仔日抽到的题目是啥物款的物件，无法度预测。所以等于讲，你伫咧训练的时阵，你就爱先做功课啦，不管是社会议题啦。 环保议题啦、历史议题啦，包含着法律即马现有，比如讲任何新的法案出来，伊拢正做就是随抽随讲的演讲的一个题目。所以本地你可能训练的时阵抽1、2个题目，你可能爱一个题目你准备半工讲煞，另外一个题目你爱准备后半工再搁讲煞。随到你练习的所在，我一个人先抽10个题目。 我准备半点钟，我若是要随讲一个题目啊，所以阮后来是一天会当训练到8个至10个题目安尼。你就是写一个演讲的迄款大纲，就是讲头一站要讲啥，第二站要讲啥，第三站要讲啥安尼。最后就是甲你要讲物件，爱甲这题目是有相牵连，佮甲扣倒转来。当然你有无共款的迄个演讲的。 方式有人讲一开始来演讲进前，我先讲一个故事给你听，这嘛是伊的演讲的方式一种，所以迄就是才人。台顶3分钟，大脚跪厝经啊，这是必然的嘛。所以你在迄个场所，你用短4分钟、5分钟，将你所有的训练拢全部要来整合出来。我相信讲，迄是一款你家己成果的证明的一种实力的累积啦。 所以我是感觉讲，迄是真正是一个真无共款的经验。手举竿顶香旗，一步一步对妈祖婆出巡，因就是香灯卡。在较早交通无利便的时代，进香拢是用行的，除了是经体力考验，也是精神的磨练。在进香客内面，有的人是下关对妈祖婆出巡采价，有的是无求什么，甘愿对妈祖婆行1000里路的。 今年拄好有机会来做大学生代表的香灯卡，是一款文化体验，嘛是一种无共款的当大人仪式。这种家己画，歌戏的演员拢家己来啊，对无？本地先画啊，了伊个画一个顶顺，因为你要看来目睭较大蕊，所以你一定要画顶顺。去摕出来，摕伊公司养宝贵拢有啊，吼，安尼你等候，我会好消息，伊会叫伊上注金上注。 好，感谢你。咱若伊落台，落台恁共阮阁收口碑。英国阮兜边仔有庙口，所以庙口伊拢迄阵足侪信徒来写戏，所以我就是足爱看歌戏啊。 后来是大学的时阵，迄个时阵我就加入就是做歌戏。自迄个时阵，甲台中小金鸡歌剧团林美淑老师做伙学戏了后，到三还阁伫咧学，因为我感觉讲戏台顶的物件是万底深坑啦。你一讲就是讲3档5档，迄是学袂透。当然歌戏伊是一个真活灵的剧种啊，所以在这个。 歌戏部分，因为伊拢是演话较济，
啊，做话戏就是老师甲你讲啊，你若明免啊做吼，啊，剩的内顶就是你家己发挥。啊，所以包含讲，乐师今仔奏什么款的歌，你听到头前的遐歌啊，吼，你就知影讲哦，伊这是要唱什么歌，在这台顶的生死门啊，你要叫解啥，迄其实拢是家己训练的安尼。话戏吼，安怎互看拢看袂惯的原因，就是讲，就算讲今仔日共一位小生今仔日做，明仔载搁做，伊无定伊物件还阁是无共款的。所以感觉伊好看的点就是好看伫遮，你永远约袂着伊后一出伊的戏文要安怎行。我即摆的工作就是在公司台语台负责下暗新闻的主播，也在下晡时段的时阵，我是下晡新闻的主编。啊，上届大的有缘是在下暗新闻做台语新闻主播的部分。你深开始做台语新闻，你亲像阮从下晡，阮可能就是1点的时阵开会开讲，就是讲今仔日有啥物款的新闻，你要报，所以因就去讨论讲有倒几条，爱请记者去采访。差不多4点的时阵会收到这个新闻，伊就陆陆续续就是入来了，我看到伊拢是华语稿。好，我今仔是台语新闻，我就爱将伊华语的所有物件全部过翻过，全部过翻过。也当然，其实阮踮的这段期间上届碰到上届大的问题，就是讲华语词台语面啊应用。比如讲一条新闻叫做田中马拉松，自来水公司提供自来水直饮台，就是直接的饮水的饮直饮台。那这就是华语新闻标题啦。但是你要安怎让人知影讲，伊就是自来水公司提供给迄个走马拉松的人是来啉迄水的所在。我后来甲翻译做啥？青啉食水台，因为你若是无煮过物件，你就是青嘛。啊，你又讲啊青食，啊当然就是青水无煮过，你食你就是青啉嘛，就是青啉食水台。所以伊就是变讲，阮就是足直觉的去翻迄个物件出来，啊袂当互台语惯用者讲看到这物件，或者是讲听到这物件袂了解，伊无法度一听就随知影。这个毋是阮要爱的台语新闻，阮要爱的是讲，阮即摆一讲出去的。台语的人，惯用台语的人一听，伊甚至免用目睭看，伊用耳仔听就知影讲阮是咧讲啥。这是我对这个台语新闻上爱大的期待嘛，想要甲做好的工作，就是在这个部分。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受到全球暖化影响，气象局认为讲今年的黄山雨有可能会拖到5月中，甚至是6月才会来，而且伫南部今年雨水有较少寡。阮定定拢有一寡上新的物件，要临时插播，互观众朋友知。也在日前进前，我学过歌戏，嘛有训练过演讲比赛。演讲比赛伊是社会组随抽随讲，甲台语新闻报送是物件随来，阮就爱随讲，这是一个上界大的重点。二来就是讲歌戏伊训练的过程，就是我即马甲你讲了，你内面就爱随去讲。去做互观众朋友看，这甲台语新闻同款。新闻入来的时阵，你爱随看了后，无偌久你就爱随去报出啊。所以其实歌戏甲演讲比赛伊的训练是真真正正就是斗相共着我现处是台语新闻报送这项工作安尼。